今天是2004年12月5号，藏文课是第11次。这节课呢比较短，咱们的复习呢就简单一点，就念一遍。这样呢多讲一点。下节课呢时间长，咱们再复习再详细一点。还翻到第10页，第10页咱们就简单就一遍啊，就熟悉一下。主要作用就是你经过一段时间读，你看看你的发音呐，走味儿没走味儿，别自己老读熟练了。就是主要是纠正一下发音。咱们来看啊，第10页那个句子啊，上边单词还用不用读一下啊？第10页这个啊，单词用不用读一下？觉得不用。好，从句子开始啊。解别米约间提塞，解别米约间提塞，雅拉在塞帕麦，雅拉在塞帕麦，可ham索马热情，可ham学情，哈瑞赞丹桑包伊，哈瑞赞丹桑包伊，驴给车东塞瓦尔切，驴给车东塞瓦尔切，耶米拉些热给餐台，耶米拉些热给餐台，牛西茶包让西给行，牛西茶包让西给行，伢巴他给，伢巴他给，伢给伢句内忙度行，伢给伢句内忙度行，帕朗提囊内，帕朗提囊内，口巧记给，口巧记给，给不东巴通内，给不东巴通内，给比米拉借打扫，给比米拉借打扫，口巧你给，口巧你给，蓬巴沙巴叽叽讲原来，蓬巴沙巴叽叽讲原来，蓬白囊秋张麦刚的，蓬白囊秋张麦刚的，三个同在机，三个同在机，囊度旧呢，美龙给卡借，美龙给卡借，让给来巴日谢那样，让给来巴日谢那样，恰瓦他们借全给猪，恰瓦他们借全给猪，嘎瓦通呢特给绝，特给绝。12页，解别这杯米，解别这杯米，东咱们约吧，东咱们约吧，嘎西这个们，嘎西这个们给西呢，嘎西这个们给西呢，顿家哈，顿家哈，俺腿对阿妈堂人记，俺腿对阿妈堂人记，拆娘巴来，拆娘巴来，这鸡的牛儿都吃，这鸡的牛儿都吃。下边那3行啊 ，yes， 下翘数，哦都，给都，巧棍都，帕热都，亲吧，囊都，对都，顿都，蓝都，索尔都，闽语都，哈萨鲁，哈萨尔，沙塔鲁，下翘数着，给不嘎丁啊，给包嘎丁给单沙尔群，也缺了给，用龙觉了对，塞马了嘎，哈记数一度翁瓦了对，爱南角巴了，12小康琴，巧毛了，12小顿皮，翻过来，却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音，手都忙包秦巴音，集体一歌，
卡塞么修土度狗，卡谢不修土度根，土江些那满度狗，土港些那满度根，日他们节抽包送，日他们节抽包送，周处南给，这处南给，骆驼塞北，骆驼塞北，不养通度松，不养通度松，九马养通度松，九马养通度松，相别内那么，相别内那么，忙包强度节，忙包强度节，两部大的，两部大的，中我亚度的，中我亚度的，夏娃帕尔的，夏娃帕尔的，国娃鲁度的，国娃鲁度的，拉娃拉尔的，拉娃拉尔的，干那给米他们节，干那给米他们节，带毛拉错，带毛拉错，娘擦嘎干给铺，娘擦嘎干给铺，头落度松度，土落度松度，卡尔达瓦拉准买套，卡尔达瓦拉准买套，拉玛拉查巴西约巴特，拉玛拉查巴西约巴特，爱鱼度大尔当，爱鱼度大尔当，翻过来，把这四个这个跟图结合起来的这个也读一下啊。切度、切度、群度、群度、七度、七度、赖度、赖度，解军给南巴塔巴西，解军给南巴塔巴西，左外群度，左外群度，即将修改，即将修改，改变平棒南，改变平棒南，改挖居切么啦，改挖居切么啦，那边再摆70度，那边再摆70度，炸进几百切么啦切，炸进几百切么呀切，达尔扎琴，达尔扎琴，这个17页翻过来，哈康度缺单月，哈康度缺单月，鱼瓦让那西些恰瓦拿，鱼瓦让那西些恰瓦拿，给包苍白琴些恰瓦西月，给包枪白琴些恰瓦西，鱼瓦让那西些恰瓦拿，鱼瓦让那西些恰瓦拿，给包苍白琴些恰瓦西月，给包枪白琴些恰瓦西，俄库拉普芒包月，俄库拉普芒包月，阿玛拉普木吉盖，阿玛拉普木吉盖，盖贝米拉，盖贝米拉，茶贝当盖，茶贝当盖。这个周老师读的是，这样读的，是不是啊？还是茶巴呀？茶巴是双音节还是？你记得吗？双音节啊，双音节，咱们再读一下啊。回头还是茶贝，回头还是按周老师读的为准啊。盖贝米拉茶贝当盖，盖贝米拉茶贝当盖。这个就是说你取决于什么呢？你把它当成动词读，还是当成这个名词读？就是如果动词名词化的，那就是成了这个前边单独读一个茶，后边八呢是读轻声。如果是当名词读，就是双音节，那就是茶八。下边一句啊，普穷为多借单独，普穷为多借单独，哈康记，哈康记。下边索马秋意登渡桥，索马秋意登渡桥，诺尔布登渡下岗井，诺尔布登渡下岗井。好，翻过来学新课，你看这回就节约时间了哈。下边第15节是学这个时间余格，这个余格呀很好学，余就是在什么地方，
哎，就记住这么个基本含义。你管它是时间，在什么地点，在什么时间，在谁那里，在谁身上都无所谓了。哎，咱们看这个时间余格啊，就是在什么时间。看一下那俩字，说时间余格后边括弧里头啊，第一个读切，第二个读 good， 哎，本来是嘎，它碰到那个爬呢，要变成啊变成后边还要加一个 b 的口型，所以是 good， 切 good， 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时间。单独讲一下意思，因为这两个字那个也是使用率很高的。切，一个是它主要的意思啊，主要的意思是生命，切主要意思是生命，然后的意思呢才是时间机会。哎，它主要意思是生命，由于是生命的这个又有生命又有时间意义呢，经常用这个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这一生、这一世、这一辈子，哎，经常表示这个意思。所以有时候他在这个字典上标出来的那个呀，有时候你得那个他常用的他某一个意义啊，有时候跟他不特别一致。所以经常看到啊，它有生命的意思，有时间的意思，但是他经常看到直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生、这一辈子那个意思。下边这个 good 呢，主要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时候，什么时候、什么时代、什么时期。它还一个意义也比较突出，就是机会，就是给谁不给谁机会，有没有机会，哎，这是两个意思。它还有一个意思啊，是咱们佛经里头说这个佛经里头有多少品，那个品你要用这个现代的话说呀，就是章节，就是文章里头分多少章节，哎，那个咱们一般佛经一品，这个个呢有时候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现在呢，它俩放一块儿就是时间，说这是余格的一个分支，下边表示在动作发生的时间，做时间状语，就不管它了啊，放在谓语之前，肯定放在谓语之前，因为这个藏文的谓语老是在最后，是吧？所以一般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中间。咱们来看第一个例句啊，马麦松波。马麦松波，马麦松波，马麦松波。马是母亲，麦是什么呢？麦是低，就是它的本意啊是低略下，低略下。这个在这儿跟马拼在一块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妈妈和比他低的，他底下的，就是他的子女了。男女都算，所以呢，这个妈妹呢是母子，这个母子呢包括女儿，这个子包括所有的孩子，哎，就是妈妈和她的孩子，妈妹，妈妈和她以下的妈妹，这是母子。松是三，是吧？松包，这个三为什么要加个包呢？也就相当于这个，一个是名词化，再一个呢，这个一加包啊，就成了这三个总体来说。就把他们这三个就是作为一个总体来说了，哎，主要作用还是名词化了。名词化了之后，它后边啊就可以加指代词了。你看后边有一个敌是什么呀？这个，哎，哪个呢？就是松包，就这三个。这松包是哪三个呢？是母子三个，一个母亲两个孩子，哎，他们三个。这三个母子，哎，你就是直接汉语的，就是你这三个母子呢，后边这个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句子要是找谓语呀，找到最后就是那个血所，血是什么呢？血就是养活，用人就是养活，要是动物呢就是喂养。哎，你喂个兔子，喂个鸟，喂养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养活。
就是给他东西，把他抚养大，养活。这个咱们说这三个母子呢，这个啊，这样的话还得这个句子比较复杂。后边啊，因为主语不是这三个母子，主语在这三个母子后边，他们是这个就算宾语，算涉及的对象。爱是有我，这是主语。爱我干什么呢？我怎么着呢？这个我这个句子呀，看那个中间啊，就是拐到第二行的第一个也是血吧，是吧？也是养活，这是一个句子。我养活，这是一个句子，主语谓语。后边呢是一个跟下边句子连接的连接词，咱们先不管它。我养活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我养活，然后呢，我养活什么呢？我养活这个母子三人，这是前边是宾语。现在你看啊，主语是我，动词是血吧，是养活。我养活谁呢？养活这个母子三人。这母子三人呢，是我养活。然后中间加的横杠的上边这些是什么呢？是在什么时间？就是时间语格。在什么时间养活呢？注意看啊，他的底，他是现在是吧？他的还是现在？他的现在加个阿 k 故意就是加个的，现在的底是这个，他这省略了一个词儿，省略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猜，就是现在这一生，就是那个刚才介绍过的那个猜。他的猜底就是现在这一生，就是现在这一生，他把那个猜给省略了，就是现在的这个，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这一辈子，现在这一生。后边啊，巴西给跟着读，这个多练习啊。巴西给，你得形成这种印象，就是这个词是读双音节啊，还是读那个后边读腔上啊？习是那个叫不定指代词，是吧？习是某一个不定指代，所以它是虚词读轻声的。拔是读这个就是单独读的。拔西是什么呢？拔西是唯一的，单独的，唯一的，仅有的，就这一个，唯一的，你就记个唯一的。拔西给提速，这个提是时间是吧？拔西给提就是唯一的时间，仅有的时间。后边加一个苏是拉丁，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时间里，就是在什么时间里啊？在现在的这一生唯一的时间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仅仅的时间里，仅仅在这一生的时间里，你把它结合起来理解，就是说我养活这三个母子，我养活这三个母子，在什么时间里呢？在仅仅在这一生的时间里，我养活这三个母子。这句话注意啊，这句话比较复杂，咱们一句要弄清楚啊。现在理解的这一句啊，说我养活这母子三人，是在仅仅在这一生的时间里养活这母子三人。这一句完了啊，往后看啊，血班后边是什么？叫马塞给，读马塞给。你看马塞给，这显然马塞就没有当双音节读，是单独一个一个读的。马是一个，塞是一个，给读轻声。马塞给，塞是尽，就是穷尽的尽，穷尽。不穷尽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但不仅啊，你不仅仅，马塞给就是不仅仅。用咱们汉话说呢，就是
不但而且或者不仅而且，这个马赛是不仅，这个给注意啊，这个给啊作用就不一样了。这个给不是的了，不是的了，这个给呢叫做转折语气，就是不但，然后这个给就是而且后边转折了，不但有前边这个，而且后边还有事儿，这个意思。这个给带转折意，所以现在这个意思啊，注意整个句子的意思到现在加了这个马赛给就变了。前边没有这个马赛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我仅仅在这一生里养活这母子三人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句子是这样。后边一加马赛给呢，成了什么呢？我不仅仅在这一生里头养活这母子三人，而且看后边，而且什么呢？云得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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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得呗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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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是什么呢？是从前，云是从前。得吧，得是什么呢？得是过去的，得是过去。这个得还有一个意思是超越、超过、越过。将等得，出有坏。哎，将坏，等有坏，有坏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生死轮回境界了。得超越了生死轮回的境界，出有坏。哎，它两个意义，一个是过去的，一个是超越。云得呗取呢，就是这个取是时间了，拿是，注意啊，拿是拉军，拉军里头有一个特殊的是拿，就是在什么里头，哎，拿还有一个意思是如果，哎，现在这个拿呢就是拉军，就是在什么里头呢？在过去，那不是在从前过去的时间里，哎，云是以前的。在以前的得呗取就是过去的时间里，这个时间呢就有特殊含义了。一般时间是指的1小时、2小时、2天、2年，这个取啊就是指的生，就是一生一生又一生的过去的生里，就是过去好多生里头啊，它这在以前过去的很多生里头怎么样呢？爱各真给，爱各真给，爱各真给，爱各真给血索，血各真给血索，爱各真给血索，爱各真给血索。在过去很多的时间里头呢，有我，爱有我血索养活，不仅仅是这一生里头啊。我养活他们母子仨，在过去的很多生里头啊，我还养活。这个养活呢，这中间爱跟养活之间加了一个状语，是什么呢？各真给，嘎，记住，嘎是什么来着呀？嘎丢，甘珠儿，尊者的话，圣者的话为嘎，话的敬语嘎。嘎有时候啊，它在这加了呀，它并不是说代表话的意思，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后边那个词儿变成敬语。哎，这嘎起这个作用，就是它本身是说圣者的话，是话的敬语，但是有时候加这个嘎呀，它的作用呢不是指话，而是把后边这个词儿变成敬语。现在它就是把后边这个变成敬语了，后边是勤，哎。勤是什么呢？勤就是恩惠、恩德、恩惠、恩德。嘎，这个嘎呢，跟这个勤一拼，勤不能生了，就变成亲。亲呢，吃是一个送气的，它那个塔呀送气的要变成不送气，变成真，是吧？变成真。然后呢，它由于是闭音节一嘛，所以前边那个嘎要变成所以就读成了歌真，哎，就变成了恩德的敬语。说这个在过去许多生里头啊，有
各真给，你看这个给是什么呀？是句格，用我的功德做工具呀，养活他们，就是由于我的功德呀，他们才能活，这个意思。说这是谁说的话？这是佛说的话。说佛说话怎么他自己还用敬语啊？不是这个，佛说话的时候肯定是用了一个平常的词儿，但是在弟子记录的时候啊，他就给记录成了敬语，所以并不是那个佛自己用敬语，是这个我们作文的时候说到佛，用了个这个敬语。你看整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这母子三人呐，不仅仅是我仅在这一生里头养活他们，实际上这个养活呀，并不是说跟他结婚每天这样养活，实际上是救活他们，使他们这个本来要死了，把他们救活，是这个意思。说过去从前呢，过去的很多生里头呢，也是由于我的恩德呀，使他们能够活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释迦舍身饲虎的故事。这个释迦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啊，弟子们就问了，说你跟他们是什么因缘呢？你这一生碰到他们要舍身救他们母子仨，他不是一个母老虎俩小老虎吗？佛说呀，我不仅仅是在这一生救活了他们母子三个，我在过去许多生里头啊，他们三个都因为我的这个作用呢，使他们活了。这就是因缘，这就是菩萨发大愿要度众生啊，就是那就是有了这个因缘了。这个故事咱们都知道啊。整个句子就这么个意思，就是弟子问佛因缘的时候，佛就你看佛回答都是种子，就有这个种子，就是不光是这一生了，多少生，当然了，不救他们母子仨呢，还是他们母子仨，但是不一定是老虎了，也许是人，也许是鬼，也许是夜叉，也许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畜生都可能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马麦松波迪，马麦松波迪，马麦松波迪呢？马麦松波迪呢？爱他的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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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西给推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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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。你看这个雪巴，由于它是动词，所以就读雪巴尔，那个巴就读轻声了，雪就单独一个词来读。nun代白腿呢？ nun代白腿呢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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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。再来一遍啊！马麦松包底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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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他的地，爱他的地。爱他的地，爱他的地，巴西给推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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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雪巴尔马塞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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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恁代白腿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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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，爱个真给学说。咱们为了多学一点，咱们就不再连了。你们下去呢，知道正确发音自己去练。下节课咱们复习，再好好的练一练。下边看第二句。你莫瞎哇呢？你莫瞎哇呢？确蹲。确蹲。你莫瞎哇呢？确蹲。你莫瞎哇呢？确蹲。能看懂吗？你莫是太阳。夏娃是一个是东方，一个是升起，两个意思。虾就是一个是东方，一个是升起的意思。太阳升起拿的时候，拿是余格，时间余格。
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却是法均是摆给别人看，讲给别人听，哎，就是显示给别人，显示法就是说法。确均，太阳出来是讲经，好理解哈。这时间余格也好理解。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。这个确均呢，应该读这个分开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一个是宾语，一个是动词，这是两个大的句子结构，所以应该是读确均。确均。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，你莫夏瓦那确均。就好像周老师读那个美隆给咔介，他还专门那个停一下，就是告诉你不要读成那个咔介，哎，那个不要读成那个就是双音节词，是分开读的。下边看下一句啊，南朗马塔多。朗马塔多，分开读啊，南朗马塔多，朗马塔多。哎，这个南就是天空，天空。那个有一个词是南卡啊，南卡是什么呢？南也是天空，卡也是天空，就好像咱们汉字思想，思也是想，想也是思，哎，两个字并在一块儿代表一个词。这个南就是天空，朗是这个起立，朗就是起立起来。天起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天起来了，天起床了，就是天亮了，就是哎，就天亮了。然后后边这个词是个常用词，马塔杜，踏是什么呢？这个咱们前头学过一个塔巴，是那个绳子。这个不带八，这个踏呢是什么呢？就是间隔、间距、距离。学过哈啊，距离、间隔。这个马咱们说过，马跟迷呢经常是否定的意思。哎，马踏就是没有间隔，没有距离。图是这个拉丁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种方式，这是一个状语。马踏度就是没有间隔地，那个土野地，就是状语，没有间隔地，没有距离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间，也就是马上、立刻。用咱们现在词儿就是马上、立刻、立即，没有间断，中间不隔东西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个词儿用的非常普遍。说天一起来，天一亮，马上马塔多啊，马上干什么呢？马上这个看最后一个动词叫削多，啊不对，我读错了，削多，削是请求，这是这个它本身也是说话呢，它是一种这个谦虚语，就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人对地位比较高的人说，所以呢就翻成请求的意思。请求前边那个借啊，就是说的意思。请求说，哎，天一亮就请求说，谁请求说呢？咱们看后边那个天一亮后边那个主语啊，君家月，哎，这是主语。君是全体、普遍、一切、所有，是吧？嘎也学过，高兴，骂了嘎，那个赛骂了嘎，王太子喜欢军事，嘎是高兴。君嘎什么呀？是大家都喜欢，谁呀？是阿南。他爹给他起的名字，那怎么办啊？喜欢他。是阿南的名字。他叫什么喜来着？那翻那个意义，庆喜啊是什么？啊，反正就是说阿南的这个阿南是语音，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啊，就是大家都喜欢，哎，起个好听点的名字呗。
阿难，就是这个君嘎月，注意啊，他那个君嘎我，他那个就是他名字啊，还有一个窝，君嘎我。现在呢，给这个君嘎我呢加一个这个句格，它就成了及物动词的主语。哎，你看这个阿难多好啊，起这名也喜庆哈，不知道忧愁，大伙儿都喜欢。到了佛那还捣蛋，跟佛还他不是跟就是佛弟子开玩笑，那个佛弟子问他说佛在吗？他说在，结果人家去了，佛不在。这小孩儿跟佛的时候他还很小，结果后来呢，佛告诉他说不能这样乱说啊。滚嘎喂，记住了啊！这个你看这个藏文呐，好处就是什么呀？他把那个名字呀什么，他都译出意义来。这样的话呢，一听直接跟那个人就联系起来了。滚嘎喂，滚嘎喂，滚嘎喂，这是主语。后边啊，就们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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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问题了哈。出有坏，世尊。由滚嘎喂呢，对着世尊，你看关系多清楚。这个阿难是主语，请求说是这个谓语，对着谁请求说呢？对着鸠摩登爹，鸠摩登爹了，对着世尊请求说，请求说什么呢？底盖，底盖，这是一个双音节词，底是这个是吧？盖就是话，说的话，盖就是语言言语，底盖就是这个话。什么话呢？在后边，在后边。什么话在后边？注意啊，藏文里头这个说什么话呀？一个体盖，一个底盖。体是那些话，底是这些话。注意，底盖这个盖这个话呀，一定是在这个话的后边。说天一亮，阿难就向世尊请求了这些话。什么话呢？他要在后边说底盖。如果说体盖呢，一定是在前边已经说过了那些话。哪些话呀？你得前边先说过，你才能说那些话，对吧？所以你一看体盖一定是指的前边说过的话，底盖是指的后边的话。说了哪些话呢？后边马上就会说出来。行了，整个句子出来了，咱们来看看这个，这是那个藏律多藏律里头的，就是那个咸鱼经里头的。南朗玛他度，南朗玛他度，朗玛他度。时间状语就是先说在什么时间，在什么时间呢？天刚一亮，立刻，这就是时间。说天刚一亮，你也可以把这个立刻呀弄到那个动词前头。说阿难呢，立刻就向世尊请求说了这样的话。这就是整个这个，他是怎么翻的呀？说天一亮，阿难就向世尊如此禀告，就这样的意思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南朗玛他度，朗玛他度，君嘎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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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鸠摩登爹了，鸠摩登爹了，底盖界穴斗，底盖界穴斗。我读这个穴斗又读的不对了啊。底盖界穴斗，底盖界穴斗，底盖界穴斗。底盖界说。不过他有时候读最后一个词儿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他也因为最后一个词儿可以轻声可以降下来，所以经常可能也就下来了。再来一遍啊。南朗玛他度，君嘎喂鸠摩登爹了，君嘎喂鸠摩登爹了，底盖界穴斗。底盖界说的。我看时间啊，还可以哈，还可以。再来一遍啊。南朗玛他度，朗玛他度，君嘎喂鸠摩登爹了，底盖界穴斗。这个费劲吗？中间这一句费劲啊？怎么我觉得没跟上啊？再来一遍。南朗玛他度，朗玛他度，君嘎喂鸠摩登爹了，君嘎喂鸠摩登爹了，底盖界穴斗。底盖界穴斗。
军嘎月不太熟悉啊。应该啊。军嘎月就能得了。军嘎月就能得了。第几节学到？第几节学到？没事，这个军嘎月啊，你都不用背，以后学起经来啊，上来就是军嘎月。好，不对，我说错了，经里头还真没有军嘎月。经里头因为都是军嘎月自己说的，所以他不会说军嘎月，他就是如是我闻就完了。这句过去了啊，下边一句。军莫立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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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不冲，给不冲，给不冲，给不冲。军莫，咱们前头刚讲过，军那个解军是吧？军是什么呢？就是尊者，军是尊者。这个尊者、圣者、大德，哎，都是这个。当然了，世间用这个词儿的时候啊，它没有那个圣者凡夫的概念啊，不一定是圣者。咱们这个你像这些故事里头啊，这就不是圣者了。军八，我看啊，军八还是军，反正军八或者军波或者军摩窝什么，反正就是圣者了。军摩显然是一个女的，是吧？那就是这个女大德，这不能议大德了啊。他这指的就是王妃，就是叫这个王妃的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尊重的一个女主人吧，就是军摩。lib 就是到达，它还有收到、获得的意思。这个咱们就因为在句子里头啊，它这用的是到达，你记的时候就记这个意思，用到其他意思呢，再在其他句子里头记。lib 就是到达，卡日什么意思呢？卡是什么呀？卡是口，哎，卡是嘴，是口，然是在这时候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在口，在那个口，在边儿，哎，在边上，就是在到达的当口，到达的那个时候，到达的口上，到达的边上，这个意思。哎，说这个王妃到达之际，就是到达的那个口上，就是到还没到那边上了，要到了。给不虫，给不是王子了，虫就是死了。死了呢，要说的这个不能说死，所以就不说细，说这个虫就是什么呀？逝世了，就是死的敬语。这个词很那个意思很简单，死的敬语。那么它就是卡儿，这是时间余格是吧？哎，时间余格就是然是拉丁，什么然是在什么里头？在那个卡，就在那个当口，在口上，在什么当口呢？就是王妃到达的那个口上，哎，王妃到达的那当口，王子死了，就这意思。时间余格，咱们来读一读啊。君莫立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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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不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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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莫立卡，给不虫。君莫立卡，给不虫。所以这个时间余格比较简单啊。咱们再来一句啊。这个周老师读的时候啊，这两句颠倒了，你们注意了吧？这两句他先读的是这个19页上边那一句，然后才读这一句，所以你听录音的时候记着他先读的那一句。咱们学还按顺序来啊，他颠倒可能他原来就是顺序颠倒，谁知道他啊？原来可能教材就是原来是颠倒的。咱们来看啊，提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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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是那个的测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是吧？那个的时候，那时，重启，重启体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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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启就是城市，哎，重启就是城市。这个铁是那个，
拿是在那个里头，也是这是地点余格了，这个拿就是地点余格了。说在那个时间，在那个城市里面，哎，在那个城市里头，这个拿是地点余格。感冒西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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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冒西了。感是老，感就是这个老，这个老呢，一个是指的这个岁数大，这个老，还有一个那个资格老也算老资格，哎，感这个感是老的意思，感包就是老人，感包就是给包的那个包，形容词那个包，感包就是老人，感冒呢就是老妇人，就是老太太，感冒。习是不定指，就是有那么一个老太太，拿呢是地点余格，就是在他那里，在那个叫属于他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在你反正你管他理解什么，反正就是在他那里，在这个老太太那里，在某一个老太太那里呢，啊，这是说在那个城里呢有一个老妇人，在他那里呢有什么呢？有仆，你看最后一个动词是约。在这个老妇人这里头有，这动词主语跟动词都出来了。在老妇人这里头有什么呢？再回来看那个老妇人那个拿后边仆，他有儿子，对这个儿子呢的形容跟在儿子后边，形容他什么呢？大度，大度，常用，大就是经常，大就是经常，像这个是生是常还是这个不常无常，哎，无常就是大。大度就是经常的，这个都就是拉丁，什么呢？就是土野地，经常地就是形容动词，就是这个做状语。经常的干什么呢？孤挖，孤就是偷，经常偷盗。孤挖这是一个动词，动词名词化加一个挖名词化，经常偷，经常偷就是这个儿子呀，他经常偷，就是小偷。有这个毛病，后边还有一个这个词儿，妮西是什么来着？二，他有2个经常偷东西的儿子。这个后边这个习注意啊，还是不定指代词，跟那个前边那个习完全是一个词儿，就是一个词儿的俩形式。为什么一个词儿要俩形式呢？看那个它前边跟的那个动词的。看它前面跟那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，就跟那个拉丁似的，就是前边的字母不一样，它跟的时候用的那个不一样。这个习跟那个习是完全那个，这俩词都是不定指代词。咱们来串这个的意思啊，说那个时候啊，这肯定是讲一个故事，说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城里头有一个老妇人。有那么一个老妇人，在这个老妇人那里呢，她有呢2个经常偷东西的儿子，哎，这就是这一句话，咱们来读一读啊。像这个妮西这个习不定指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有那么2个，他就不管他是那个，也不管哪个叫什么那个，哎，就是说这个有那么2个，他故事就需要说，哎，有那么2个偷东西儿子就够用了，他就不再去。仔细讲他是具体是谁了。提车重开提呢，提车重开提呢，感冒西了，注意这儿我读长一点啊。仆大度孤娃妮喜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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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车重开提呢，是不是我读得快了？是吧？我觉得有点跟不上，再来啊。提车重开提呢，提车重开提呢，提车重开提呢，提车重开提呢。怎么这一句还多？再来啊！提车重开提呢，提车重开提呢，
感冒西了，感冒西了，感冒西了，感冒西了。普大度孤啊你喜悦，普大度孤啊你喜悦，普大度孤啊你喜悦。普大度孤啊你喜悦。好，咱们把这个发音弄准了就行。大度孤啊。再最后一句也来了啊，翻过来。提桑，提桑，提桑，提桑。提是那个的桑是什么呀？就是明天，很简单，就是明天，明天就是桑。哎，这个桑就是明天，提桑就是那个的明天是什么呀？那个也是指的那天，那天的明天就是那一天的第二天，哎，那天的第二天。阿妈娘俺来带说，阿妈娘俺来带说，阿妈娘俺来带说，阿妈娘俺来带说。阿妈就是妈妈了，娘俺来带这个呀可是常用的了。这是我们佛教这个就是修行半天的目的，就是什么呢？涅槃。娘俺来带就是涅槃。哎，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词的这个组成啊。这个娘俺是什么呀？俺是坏，恶劣，坏，好坏的坏。这个俺就是坏。娘安是什么呢？娘安就是痛苦悲伤，娘安是痛苦悲伤烦恼，反正就是这一堆不好的东西吧，都是娘安。娘安来是咱们还没学，来是从格，从这里头，从痛苦当中啊得刚才讲了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超越超过解脱。哎，解脱，从痛苦里头啊超越出来了，解脱出来了，就是涅槃。哎，这个词儿就是涅槃。当然在这儿呢，那个就不依涅槃了，它这因为它是世间故事的一个用法呢，它就叫去世。咱们那个中国呢，后来就把这个涅槃呢就叫圆寂，是吧？圆寂实际上就是涅槃的本意，涅槃就是圆寂，圆满寂灭。圆满寂灭什么呀？寂灭苦嘛，寂灭痛苦，没有痛苦了。所以呢，圆寂实际上是涅槃。所以等于你说什么什么谁圆寂了哈，他那个词的本意是说他涅槃了，但是这个你不用这个那个呢，它就变了意义了。你这就是一翻译了之后就变了，圆寂就成了去世的那个代名词了，哎，不是涅槃的意思。因为他要是涅槃呢，那就是成圣者了。所以这是作为一般意义呢，就是去世的意思，就是从痛苦解脱了，也可以。如果按世间人的这个概念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以死换生啊，实际上根本没那回事儿。解脱什么呀？他肯定他一刻都没有死。这个人死他说他死的时候啊，实际上一刻都没有死，立刻他就得有那个中阴身。或者是直接投到他那个应该去的那个六道里头去，哎，想暂停一会儿都不行，哎，根本停不住，所以他这个这是个这个不究竟的说法了啊。行了，这就很简单了。说第二天母亲呢就去世了，这还是啊，这不是那个，这是另一个故事，碟不是那个米拉日巴的故事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提桑。阿妈娘俺来带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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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桑阿妈娘俺来带说，提桑阿妈娘俺来带说，提桑阿妈娘俺来带说，提桑阿妈娘俺来带说。还有15分钟，还可以来那个。还可以来，这一页讲完了，往下讲啊。好，咱们再接着讲啊。这个第16节是这个从格，你看刚用上，这就来了。从格的意思啊，就用这个从字，就是从什么里头，
从哪儿来的，从什么里头弄出来的，就是从根源，前边的根源从那里头，很简单，所以跟这个时间余格一样，一看就明白。啊？就是两个人得说呀，雷啊，格助词哦，你说格助词哈，没有格助词，刚才这个没有格助词，就是赔丧，这就是省略他，如果他把它算到时间余格里头，就是什么呢？他省略了拿，省略了拉，就只能这么讲，就是实际上人家无所谓注的，人家就是表明时间，这就算，它就叫时间余格，就等于是说他本来应该说赔丧拿，哎，或者是什么这赔丧拿，结果他省略了，只能这样说，没有格助词，就是省略了格助词，这都是人们实际上语言没有语法，哎，人们就是自然说话就形成了一些习惯，然后他呢愣从里头给抽象出，从后就是后天的来抽象出语法来，抽象出来呢硬说人家这是时间余格，实际上人家只要表明时间就完了。咱们来看这个啊，从格的标志是助词，这个格助词是乃雷，乃咱们讲过，乃一个是轻科，一个是什么什么以后，哎，什么什么以后啊，也可以说它是从格，就是从这儿之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儿呢还有一个就是从什么里头，乃来也是有从什么里头的意思，哎，他们不受前音节后加字的制约，就是用一个乃一个来，就是两个从格，所以比较简单好记。做动词的状语表事物的来源或出处，就是从哪儿来的。咱们来看句子啊，沙内扎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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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内从地里头，是吧？从地里头，盖生扎草，从地里头生出草来。哎，你看从格，草是从哪儿长的呀？从地里头生出来的，从地里头生出草来。沙内扎盖，沙内扎盖，沙内扎盖，沙内扎盖。看第二个，爬来我妈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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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爬是黄牛，它这个准确的说是母黄牛，实际上呢，它就用这个大概母黄牛比较多呀，还是它劲儿比较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反正就它经常用这个母黄牛呢来代表这个所有的黄牛。哎，你看一般咱们汉语里头是用那个阳性名词来代表这个，比如说他立人的他，哎，说他们这里头就包含那个女众，哎，他这儿呢就用这个爬代表整个黄牛，爬嘞就是这个从黄牛里头，从里头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？我妈脚，我妈是奶，我妈是奶，脚是挤出来、抽出来、压出来，就是这么一个挤压使出来的动作，就是挤奶，就是说这个从牛身上挤奶，就这么简单一个句子。哎，奶呢是从牛身上挤出来的，哎，就是表示来源出处。爬来我妈脚，爬来我妈脚，爬来我妈脚，爬来我妈脚。看来这个从格比较好理解哈，咱们再来啊。给包敌提数，给包敌提数，给包敌提数，给包敌提数。给包是国王，敌是这个，注意这个呀，它都是指的前边的，就跟形容词一样。这个什么东西它跟着那个主词后边，所以这个呀不是指的后边，是指的前边。这个国王的提是时候、时间，里苏是拉宾，在这个国王的时间里，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国王在执政的那个在位的时间里，哎，不在位他不是国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一般你要去理解去，是这一辈子呢，还是这个时代呢，还是什么呢？国王那就是在这个国王在政的时间里。
在正的时间里后边是什么呢？说迦那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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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迦那是什么呀？哎，迦是我说过，迦是这个范围、面积、地区。那是黑色。哎，那是黑色的，那波黑色的。哎，穿深衣服比较多的人的那个地区，汉地。从汉地，从汉地，从汉地怎么着呢？最后一个动词是穷，穷是出来，穷是出现，出来，出现，或者是得到。哎，这个从汉地出现得到什么呢？满堂记，满堂记，满堂记穷，满堂记穷。满是要和记，记是什么呢？本意是计算，就是算数，计算。这儿呢，它转译就成了什么呢？叫这个历法，就是历算，就是这个一年多少个月，什么季节，就是那算节气啊，历算。哎，这个藏族的这个历算呐，也是非常复杂。我买了一本那个历算的书，这么厚啊。这个说从汉地得到了药和这个历算，就是这一套技术啊。墙内擦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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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墙内擦捏。墙是哪儿啊？北方。内是从北方，从这个藏地的北方。擦是盐，捏是也是得到。这个得到跟那个前头得到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得到啊是一种那个被动的，就是不自主的得到，就是就是好像这个不自主是指的它动词不自主。反正这个慢慢的咱们再来体会它的差别啊。这个藏文的动词呢有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。自主动词就是指的是主体能够控制的动词，不自主动词呢是指的这个主体被动的那个得到的一些这个东西。咱们来看这个句子的意思啊。说在这个国王的执政的时候啊，他是从汉地呢得到了药跟历算，从北方得到了盐，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下边来读一读啊。给包地取所，给包地取所，给包地取所，给包地取所。迦那呢满堂记穷，迦那呢满堂记穷，迦那呢满堂记穷，迦那呢满堂记穷。墙内擦捏，墙内擦捏，墙内擦捏，墙内擦捏。好，下边这个句子比较长，咱们放下一回。咱们把这个今天学过的句子来读一遍啊，就结束。第一句啊，马妹松波底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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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他带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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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带不对，爱他带底，爱他带底。巴西给取所，巴西给取所，巴西给取所，巴西给取所。爱他带底，巴西给取所，爱他带底，巴西给取所。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，雪巴尔马塞给。云代白去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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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个真给雪所，爱个真给雪所，爱个真给雪所，爱个真给雪所。你莫夏瓦那确定，你莫夏瓦那确定，你莫夏瓦那确定，你莫夏瓦那确定。南朗马塔多，朗马塔多，南朗马塔多，朗马塔多。军家卫，军家卫，
军家月叫不能得了，军家位叫不能得了，军家月叫不能得了。军家位叫不能得了。第个节学到，第个节学到，第个节学到。第个节学到。军帽立卡儿，军帽立卡儿，给不虫。给不虫。军帽立卡儿给不虫。军帽立卡儿给不虫。推车，推车，重开台呢？重开台呢？推车重开台呢？推车重开台呢？不熟悉吗？推车重开大声读啊！推车重开台呢？推车重开台呢？感冒死了，感冒死了，感冒死了。感冒死了。普大肚姑娃你喜悦，普大肚姑娃你喜悦，普大肚姑娃你喜悦。普大肚姑娃你喜悦。提桑，提桑，提桑，阿妈让俺来带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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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桑阿妈让俺来带说，提桑阿妈让俺来带说。山内扎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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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来我妈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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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不地推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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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那内门堂记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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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墙内擦孽，墙内擦孽，墙内擦孽。墙内擦孽。好，今天到这儿吧。